累死我了。累了？嗯。累。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困在这儿不让我出去啊？我就是想金屋藏娇呀。饿了吧？吃什么？我喂你。我想吃这绿豆糕。哎，高山是不是温柔的有点过分了？他这刺激受的太大了，脑子出问题了。说你的吧，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刚才苏总打电话来说照片被人买走了。什么照片？你都知道吧？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啊？你不知道那样会有危险吗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就没想那么多，结果拼尽全力还是晚了一步。李国，以后别再为我冒险了。我尽力。要不我上后院吃吃，你俩继续。赶紧吃吧。苏总是不是约了明天见面？在他朋友的一个茶楼，地址已经发我了。孙总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现在有麻烦，但我愿意负责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保证一家的并购会有飞速的进展。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，至于对你的处理，明天回公司再说。我不接受现在退出。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，我只宣布公司的决定。记住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，或者付出代价。孙总，孙俪说什么了？他要我避嫌，把剩下的项目交给苏源，明天一大早回广州。他这是趁火打劫。我是这个并购案的负责人，我让你必须留下来处理。没用的，现在毛天备受争议，孙俪有借口拒绝大龙插手。试试看，来试试。别白费力气了。你没事吧？就差一点儿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高山，我觉得你的状态不是很对。这个案子背后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？我先回去了。再给你半小时考虑时间。这个号码有点眼熟。